哇，好犀利嘅突破啊！跟住會點樣炮製呢一球呢？沙卡，哇，真係門神啊！鏟到腳啊！犯規唔使講乜啦。頭槌交波，你們40碼勁兵一腳。個波俾人直接搶走咗啊！沙卡，嗱，機會就出現咗啦，唯有再嚟過啦。華迪，沙卡。隊友過嚟幫拖啊！完美嘅抽射，響禁區入面接到皮球之後呢，迅速調整步伐，大力嘅抽射，個波應聲破網。雲克斯，可唔可以把握到今次反擊嘅機會呢？對方傳送出現咗失誤噃，沙卡，華迪直接搶走咗啊！好啦，防守球員偷到個波啊！前場反搶成功啊！沙卡，嗱，入波終於嚟啦！佢射咗一腳世界波啊！雲克斯、迪勤懷斯、沙卡，有啦，完美嘅入球啊！呢個抽射展現出佢嘅腳頭同埋射門技術，呢一個壓力真係唔細㗎。雲克斯、控一控，回俾後場。攞翻個控球權啊！奧迪加特咁流暢嘅攻勢，防守球員根本冇機會啊！咁多防守球員，佢都可以照樣入波，腳法認真犀利啊嚇！